主后2022年6月25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上帝爱的。圣经歌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疼的，所以着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衫穿落去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着互相宽容，彼此赦免，亲像主有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相赦免。这以外，阁着加疼心，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，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。为着要互恁有即个和平，恁受建造成做一体，恁阁着时常感谢，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，着用逐款的智慧，互相教示，彼此劝诫，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心底感谢学了上帝。恁无论做甚物，讲话也是行为，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，通过伊来感谢爸上帝。世间有逐种界线，毋过上帝借着基督所赐的新生命，互人无阁受济济界线限制。旧约讲，以色列是上帝所疼圣洁的选民。保罗用旧约的概念对歌罗西的信徒讲：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疼的，所以着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衫穿落去。既然得到上帝拣选，就着心存怜悯，有慈爱的行动，放下本位主义，看重别人，伫适当的时阵用温柔表达，圣地收敛无轻快受气。上帝所疼的人，生命会亲像是反映上帝特性的镜，这个特性是对效法上帝来的。这以外，阁着加疼心，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。保罗描述疼，就亲像扫仔角，是联系所有品格的关键。伊进一步说明，上帝所疼的群体应该有的特性，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。为着要互恁有即个和平，恁受建造成做一体，恁阁着时常感谢。做主也通解说做裁定，是伫竞技场仲裁赛事甲颁发报赏的动作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上帝裁定咱的报赏，毋是依据诫命规条，是干那看咱伫教会生活中是毋是有基督的和平。保罗讲到的品格，当咧描述人甲人的关系，所以基督的和平毋是指个人内心的平静，是关系的和睦。范洪良出世伫斯洛维尼亚，老母是天主教徒，原本爱伊去做神父。无拍算，伊煞走去学艺术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伊插一屑仔互德军活台，活落来了后，深信这是上帝拯救，
所以法院要甲后4人奉献予病人甲散车人。1948年，伊对天主教灵医会到中国云南做医疗传道。4年后，互中共驱逐，辗转来到台湾的罗东。当地人称伊的外号做“乌鸡医生”，日本话的意思是“大医师”。范洪良医师拄到台湾无偌久，伫克难的医疗条件完成宜兰头一个的开胃手术，自安尼名声大响，病患一直慕名来要看病。伊也真自律谦虚，困伫病院随时待命。伊对病医同事真严格，却对病患真慷慨。欠货币的时，伊就闭手软捐货。开刀时间到，病人无出现，伊会气喘喘走去过继续质问，是毋是向病人讨保证金。后来大家拢知影，只要是乌鸡医生的病人，先救较要紧，绝对袂当先收钱。范洪良医师开刀救人无数，却无愿意接受任何颁奖、头衔，干那谦卑讲：这毋是我能力会当做，是天主赏赐予我的能力。伊踮罗东圣母病院38天，直到1990年过身。人为虾米会无条件去疼咧？伊的确是深刻经历着疼，所以到尾会活出上帝甲人所欢喜的人生。默想，我受上帝的呼召去倒位，做啥物来彰显上主的疼？我受上帝的呼召去倒位，做啥物来彰显上主的疼？来祈祷，主啊，帮助我去疼，互我明白我会当疼，是因为你先疼我。求你互我伫受你呼召的所在，所讲的话，所做的代志，拢充满你的怜悯甲慈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